错风若是歹的 engine， 伊建议留去跳街。天天加油唔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兄弟的几行差最暖满意，脱下比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现在阮讲些高涨海的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抢等走戏，咱的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劝世学生狠狠听书，摕赞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对银色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世界色亮满心，穿很复杂的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方式。阿公啊，又来吵你啊！啊，来先对你咪两平安讲。我很容易人睇清楚嘛。我啊，做书馆员的哦。啊，书员都变到来做嘛？一般哦，我先拿回来。阿公啊，先忙同我报告研究哦。来，一边里面嘛来。面咧总头一年啊，拢很爱，拢讲爱。爱呢咯，就这样要离开了，晕开成一片泪迹。要用晕开好呢，还是晕开成呢？我较希望晕开。哎，爸，莫困啦，那马上都用一下呢。哎呦，唔咩啦，爸是关心伢个进度，哈，看你那做的天书的梦啊。哎，爸，你做买啦？有，因为看伢爸梦遐，想当然啦，伢爸咩系个有理想、有抱负个文艺青年呢。上课啦，奖牌档后看马克思开奖啦。也很简单，我用脚七条，脚七条上路。七头上嘿。好啊，我看马克思啊，冇有摕个地咧。卖个地，嘿嘿，啊，小等糖糖啊，体格呢？阿富汗国对啊地方哦，按平常时按清明哦，按做来送几个哦，春风化雨。春风化雨，迄本先生的呢？啊，毛主念咩？妙术隐形。本医生呢？哎呦，你想唔该啦？小等，天上啊，去想唔该哦。俺用的第唔系文艺青年诶，去甲上啊！啊，俺转来啊！哎，风雨转了哈。哎，转来了。二人叔、小乐，你们好。阿天哥，你也来啦？我巡逻刚好经过，就顺便进来了。哦，不会那么刚好就从农会巡逻过来吧？就这么刚好，我巡逻的路线也刚好经过农会。二人叔，
哎，阿天，你来了。哎，嘿嘿嘿我刚跟你打招呼的时候，你可能没听到，我顺路刚好经过就进来了。这样子啊，哎，喝一杯茶。哦，没关系，不用。天，你来的刚刚好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哦。那就说啊。隔墙有耳，在这里说不方便，我们出去说。什么事这边说不行吗？机密，机密的机密，极机密。走，出去，来走。伯父啊，哎，你要做什么啊？你那么紧张干嘛？就是要有没有人才可以讲那个极机密的事啊。哦，那你快说吧。这里说不方便，跟我来。娘妈，我问你，最近你手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啊？伯父，啊？你讲话一定要靠这么近吗？我这样会紧张，你回去你那一格了。回去。伯父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问你，最近你所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啊？大事啊？哎呀，有。我们前几天在公车上抓到一个扒手，做笔录的时候才发现，他已经犯下18宗窃案。这件事情很大，地方报纸都有登。我不是问这个，你再想想看啊。还有一个小偷，昨天在隔壁村爬上人家的槟榔树，准备要偷槟榔的时候，刚好被我发现。这件事情告诉我，每天巡逻是件非常重要的。我不是问你破案的事，你再想想看。那是什么事啊？你同事啊，同事有没有发生什么啊？这几个月，我们生日的人很多，说要在周末的时候举办一个庆生会，要各地派出所的警察都出席参加。算了，算我没问。然后讲法我欠死哦。奇怪，我有说错什么吗？阿元叔，阿元叔，门口这里。阿元叔，阿元叔，阿元叔。阿元叔，阿元叔，哎呦，方姨啊，爸转来啊！那小乐嘞？一天诶，神气酸木诶。哦，巧哟。方姨啊，讲真的呢，起码听讲法哦，真那种巧的。听？你老是讲嘛噶？无啊，就凊彩讲讲听啦。不是说机密吗？那个是起按洋葱。就阮记个退休个事啊，系啊。退休？要他啦，听讲退休的事，敢唔要摕走啊？免，我是问伊讲个阿富神哥退休的啦。副神叔退休又啦，听有嘛关系？唔免，因为无关系啦。你讲个副神啊，按后场做到钱全部私相抢的，今年也是科技地位退休金啊，过剩吧。个东西了，紧买紧推，你讲系无？靠得退休金一世的天，按样过剩法啦，无按改哟。不说啊，爸就请假甜啊，
就做得叫下来啦。哦，天气啊，因你后生家莫唱嘅副歌样诶后生啊前途乱世，做好人生的规划，理财规划做比详细啦。爸，天来在迷后呢，你坐下来啦。理财规划咧规划好势，然后再冇唱富神歌，退休诶就靠几条钱过生活，你讲错冇？爸，你讲迄当冲呢，海啦添讲一下。唔讲，就讲呀，听听啦。系啊。讲呀，唔是天要走到老尾讲啊。迄唔系还有事情冇讲。那有啊，那有嘛事情冇讲。来啊，按哪名？所以冇跳嘅。叫啦。怎么做的？你要去老当包盐啊？你用电脑。强行票上唔会上岸多，嘛应该留佢听上较多一啲咧。做理财规划书给他好了，叫他照着来做。哎呦，我又没夹朋友上岸多多嘛，好歹势哦。还是写一下好了。准备好了，那我们来了，北上。我们真的要像阿元叔说的一样，像金字塔队形吗？不然呢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你看哦，我站过来，然后小倩站过去，我们还是成溜滑梯队形啊。哎呦，好啦，从天花板算过来，你最高啦，这样好不好？谢谢你啊。好啦，那我们换回来，准备好了哈，来了，好，1、2、3，来！谁辛苦成好榜样，群龙埋伏样样强，媒体这些来采访，警察只管你身强。天兰，较专心地位好无？只要3只球还得到安呢？哦，我得懂球的啦，得不懂输都软嘞。安呢你就输娘？系啊。哦，那得不了吼，得不懂难呢，都得分配用嘛，放个胸口碎大石。胸口碎大石。系啊。唔会咩？我不会啊，唔过吼，考100，我要歇困5年。啊 ？Continue 了，屁乱用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小乐嘞？哎，错啊，贵毛来，糖尿病联系啦。哎，我小乐的路风有某个事情冇？哎，安群那天我有嘛个事情。啊，乐呀，小乐，小乐，小乐，歹势啦，我根本有心事，唔着地当叫了吼。亚总啊，小乐，来到嘟嘟好唔怕，来，你抽鸦片嘛，看下你就练习，哦。唔是的啦，我有事情要转掉吼，拜拜。哎，唔怕啦，哎，这乐，好的啦，你就走脱嘞，很惊险。错啊，哎，先让小乐下一时啦，去年100仰摸赛嘛。娘事哦，娘马啥年的事啊？我说念诗。哦，念，大账捏定存5000，基金投资3000，储蓄险6000，所后会流动资金，股票逢低进场。要乜个啊？一定是咪拢冇。是咪？万年的是咪？诗味。谁说没有诗味的？俺老你讲啊，现代诗就会暗涌。按你讲啊，小乐下呀，乜个意思啊？俺老你就讲啊，
给定存的意思就系定点埋伏，给钱哦，就系埋伏嘅次数啦。哦，系安哦。铺5000拜。错。按年一年我埋伏8个拜，时间咁样拉，就老唔着讲嘅系象征嘅意思嘛，给钱就系多拜嘛。你没按哟。哈，矮就低了。跟现代时候，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懂的啦。你大摆小到下的讲诶，嘛跟你主讲迄好诶，你有冇希望记？希望记啊，满记啦，满记。记啦，我讲啥啊？我有刚刚洗上台好无？你还在练习呗？还有啦，跳来啦！谁不要有气质好吗？这么凶干嘛？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是在骂我们呐。走嘛，就强调要练哦，俺你没有练呐。你这里看洗上台位，安排上做嘛？你玩白目啊哈？咁白嘛，给人讲起这个。伊啥时候讲伊记啦？记啦，无能，哪无能？嘿记啦，是搞先骂你无能呐，记我逼死你，记什么啦？莫吵的啦，无能，小白，小白，专一。哦，杰西卡，没专一。当作是啊，本来是冇讲嘅，但你看到大家呢严格比赛啊，我经过提早讲出来，本来就低咧。阿燕叔，马来西亚，我冇认得。你怎么判了送片费啊？兄弟，迄因为阿富叔叫佢退休咧，故说因判了放松期。系啊。错。主因为佢要退休咧，你就判了发通，大家闹热一下。但係我冇認到，人哋永遠講得出，佢為到呢個所在做到乜計冇？矮啲，佢長條空電旋木，佢用到定點埋伏，佢唔係強用嘅意思。當然呢，掉落嚟研究了，對呢邊有冇貢獻冇啊？你總頭有幾冇嘅有冇檢查冇啊？你冇乜嘅檢查啦。故所講，就係退休呢。對你、對佢、對大家還有愛，一些的關係都冇。再嗰個，唔掂喎，你做嘛一個人退休啊？明明都還有家人，你今日佢兩得咯，他去出馬個茶室啊，夾走。但建議吼，咪看到嘅阿富叔吼，佢頭擺吼對難事嘅人，佢建議吼變到伊10萬，係啊，看到佢吼，佢擺嘅白宮。聽開冇咁問題哦。錯，哪有看到幾來拜八公？得嘞。我說阿富哥佢退休啊，嚇，做一份演藝嘅家橋，做一份大家攀嘢發通啊，聯絡一下感情啊。唔講講啦，阿富哥一冇乜好講嘅錯冇。大家為到佢樣吵來吵去，感情大壞脱，伊唔好咩？有個結論就係啊，你拍了發通，唔係為到佢，係為到人自家，人自家歡喜就好咧。尤其是啲關係，通通沒有。係啊。阿富哥，唔錯啊，阿燕哥。我都按模樣都錯嘅，睇到成日咩唱阿甜啊年咧，
按有理想呢，按善忙呢，也要吞他家做过的事情呢。文彪啊！啊5年前迄个风采，还要变电台风台去，你冲过度，宝贵的生命去哦。怎么？错。冲去倒啊？哦，有30扎咁样仲嘅嘅。阿爷，10年前迄钱唔见摕，唔就请来保安，有冇？有啊。马云屯请古老的啊。我去念多年，只甲送转来呢。你啊，遮米有爱无爱，无赚有错的。啊，你毋是拍卖送别货的啊？你这个交就好的啊，无爱啊。不是，富哥，看你电话今年都很欠呢，我用个啥啦？我像迄司法室讲的啦，冇嘛该。系啦。哦，都迄啦，要总做乱讲，你看阿福肯都爱用，遐咪讲，就讲伊无爱，就迄啊，到时候太家嘅心意，他甲你按到精神，竟然冇了，用个啥？我那地家人来啊，人哋还没中央讲到越来越远，都怪我。就迄怪硬讲硬发，要喊用个啥？冇主要唔让人入去下，那地家人真紧来。阿看啊，你迄是嘛付的费斯里啦，用来讲，他甲咪按到人咧搞钱的啊？错，听错的费斯里。冇哟，我真冇去哦，我去到讲嘛个，我唔知哦，我冇哟。做唔得，你听去。我冇哟。来，我真冇去。我冇去。我讲下下没有。妈妈，我冇去。我想讲嘛，我冇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伯公啊，哎呀，万人知哦，也食米面咧，人都讲的无用啊，讲的人晓得定点埋伏。爱弟，系平常门屯他家好好讲话，咱要按定人啦，也系唔错。俺一身枪敌啊，为国效力，造福乡子啊！伯公也记无算哦，无算哦，唔要敌啊，伯公。我唔会使钱，唔会俾人抢功劳，我唔是海港人啊！根本日，他家人对我，唉，很容易啊！一段路不行，3年容易点过。阿夫啊，莫按用啊，我都知咧。阿英嘅意思唔係安尼，佢係污飛啦。哦，污飛啦，污飛啦。污飛啦，副哥。係啦，啊頭擺掉來倒呀，都會污飛啊。冇啦，阿夫神莫用講啦。係啊，哎呀，莫想安多，我哋都希望。来送别会哦。费斯里啊。哦，副哥，千错万错就会挨嘅错，太nhiều太量吼，你做原谅挨啦，挨多做啦，多做我别出再讲，别做。係啦，唔咩啲哦，阿人嘅罪啦嚇，多罪堂啊嚇，佢唔係條絲嘅，冇怪佢啦嚇。係啦，夫神，其實咯，親屬他家分養嘅啦，我嗌到啦唔盼送別去啦，好啦，來啦。係啊，冇樣，總之啦，那我媽呀，親友媽媽就冇關係，唔好聽，媽媽人家嘅貨子咩睇嚟，少睇嚟嗬，啊，都唔可以聽嚟，媽啊。阿公啊，喺度做嘅。不過，冇見啦，幫我媽。就
啦，要怎么做呀？哈，乱讲哈，还讲么啊？当冲了。哎，阿天，我有事啊，想要请你帮忙呢。什么事？放轻松啊，坐下说了，坐下了。哎，还不就那个阿元啊，爱乱说话，惹富生生气啊。我们现在要帮他办那个送别会，我看他大概不会来了。学长不来，那送别会也没意义了。就是说啊，所以我才想请你帮忙劝劝他，引诱他来。引诱他？那我要怎么说啊？哦，那很简单啊，你就跟他说，我这边准备了很多他喜欢吃的菜，像客家风肉啊、姜丝炒大肠啊，然后还有客家小炒，最重要的是还有个拔丝地瓜，他最爱吃了。你这样跟他讲，他就会来了。哦，好吧，我试试看。可是学长这几天都不知道跑去哪了，我只能尽量找他说说看。哦，没关系，只要你肯帮忙就没问题啦。谢谢哦。不客气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阿姨，哎，方宇来呀，走走走。好，谢谢。阿天，我下班了。你怎么啦？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哎。没什么。哦，谢谢。是哪里不舒服吗？还是上班被长官念啦？都没有。我吃饱了。阿安姐，不用找。阿天今边用的啊？也免唔对啊，上班唔干地金用的咧。佢今边啊，英语班落出面粗粗呢。你都咋还没严格啊？冇啊。总的，阿姨问清楚，阿姨请好。你今天很怪，为什么都不理我？没有。你是不是生我气啊？没有。觉得我晚下班？也没有。那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啊！这是你写给我的对吧？我熬夜写的呢。我念给你听。就这样，要离开了。那路灯昏暗，欲开成一片泪迹。离开不是一个结束，也可能是一个开始。请不要悲伤，更不要难过。你要跟我分手，不然为什么要离开？这是你写的。这不是我写的啊！这是你写给我的分手信。我没有写啊！那天你亲手交给我，还要我仔细看，我一个字一个字看了8遍，才确认这是分手信。这不是我写的，我写给你的是理财规划书。你看嘛，这字是小乐的啊，就只有他会写诗嘛。我又没有跟小乐交往，他写分手信给我干嘛？小乐平常就有写诗的习惯啦，而且这又不是写给你的。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要跟我分手。才没有呢。对不起，我应该早点问你，这样我就不会误会你。我也有错啦，我应该在交给你之前先检查过。别这样说，是我不该怀疑你。就迄啦，咱人啊，下班也听个理财规划书，看下老几眼噶。哎，你爱送别诗，骗你钱拿这人呢，他敢给你钱就钱的。
东西乱带，人爱桂花酥，当初也爱死哪招诶？哪有啊？迄年嫌咱唔错的好无？咪都今年太高就原高咧。明明嫌人唔错，还才会人唔错诶？迄年先出门，也变较晏出门咧。就迄年呐，好咧，两姊妹啊，莫吵的呐，吵到死咩无结果。哎，食菜。好咧，莫吵咧，从我听了啪啪滚。欠嘛个？你发现啊，今日也无送别费哈，无人也无买个礼物啊，你底牌我送无买嘢。菜油。唉。刘富坤先生惠存。刘富坤蛮人啊。我送门给副神说的啊，哎呀，伊退休用的啊。你应该迄刘富生啊，用迄刘富坤。妹，你讲个是抢查一只事情咩？如果个注意一点钟看到个片照片的哈，就买一堆啊，较便宜啊，有打折没？阿爸，要唔要便宜就好呢，命就像唔错嘞，够便宜咩无好？无差几多咩？你看那边，看那捆丝，就一边拉过去，过那边来啊下来就变10了咩？对啊，差不多啊。爸，这个限定呢，亚种事情用做得起家过啦，过出来一定都难看。哪会难看？爸冇骗人对吧？想当然啦吼，这样事啊，爸哈。哎呦，我在讲这样事的啦，哪去推啦？阿婆叔，你要睇入邊啊？这里环境好，空气好啊，以后若要想到我就头发的事情啊。叫到想推上乜街啊？头摆啊，阿贵要摕遐开民宿啊，我来读家不伊的建议啊，因为读家拢过中医药咧蔬菜啊。阿爸喏，无看到。阿爸，讲了建议啦，农费要发通，其他阿水办吼，伊听买水过去啦。阿乖下问迄阿年啊，上岛路去做，爱做嘢事情，安尼搁做休长时节啦。面岛的路去做，我做嘢我过夜，他家拢无办计划，啊做嘢做啊好，咧结果他家拢过欢喜。有的事情命了即家意见是拢爽，不过他家拢过感恩啦。哎呦，阿富叔啊，哎，路的，搁做迄坚持啊，搁理想啊，也嘛拢无效的啊。嘛的事情啊，拢来唔出。唱爱拢动好啊，哎呦，用的。万世多胎，也无买胎的兴虚。也唔要想要做太事，没办法啊，坦白路的拢唔要后悔啊。阿富叔啊，我用讲，迄安乐爱还是同妈爱啊。阿富叔，好啦，昨天讲啊，来定点买关系。好啦，我还要陪定点买副药啊。哎呦，我讲来啦，讲啦，我知道吼，已经搞去参加个送别会。嘛个？个吼，安严叔建议的事情啊，就误会啦。人家弟啊，个安严叔了个人吼，讲法就无用太难啊。啊，这时卡吼，那个费用吼，量晒要严加落在，我谈人就乱讲啦，好嘛？我讲啊，慢点谈啊。还有啊，你后生的事要按多的理想，唔应该想到要退休2日啦。我想看下咧，你体验个上班的事。去欢喜，好冇？多聊下几10年嘞，哎呦，没有清风时，清傻屁的退休啊！不错，去参加送别会啊！唔讲得错，做事情要有头有面，一天都同7个在搞他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来参加送别会？还有10秒。
我变，我变，我变变变！高一点，高一点啊，再高一点。啊，我就这么高啊！谁跟你讲话？我都劈乱呢。哦。哎呦，冇平啊，太高的啦！哎呦，啊，天嘞！你在做乜嘢啊？你自己蟲啊！你講嘅應該咩阿福叔會送別會吧？等一下啦，你們又忘記遊戲規則了。我在這裡耶，講我聽得懂的啦。我說你們在辦阿福叔的送別會哦。對啊，不然還有什麼會？不是取消了嗎？哎，哪有啊？還錯邊啊？有老阿夫叔講過咧，故說唔但搶會攀，還會攀到清風寺。慘了啦，中漢都冇準備啊！都沒有準備啦，有準備沒準備，還敢那麼多廢話哦？你看我下班就準備好了哦，趕快就準備啦。哦哦，什麼？來不及了。哦，還哦，快點。冇平啊！哎呦，你這個種啦！哎，屁卵，哪去啊？哇，夾掉呀，我死你啦！你就死很多啊！噔噔噔噔，哎，你要噔噔啊？嗯，噔。哎，阮平的根子也唔算麻烦啊，干面。你知唔知？好。文平，哎，你好忙啊！還忙人誒，再個用一下。啊！我求米開酒面的蔬菜，你嘛靠電視搭過因高好冇付啊啦！哎呦，附上下說話真冇簡單，講講討論，哎呦，根本冇翻譯啦！啊，有，迄是小樂夾啊，拿禮物。什麼阿福嫂看到，心情一好，準備看你啦。俺丟巴到送別會冇一攀咧，俺爸就老講攀哪一推了呢？啊，他娘子。迄冇按用好的啦。N 七群情況啊，有買東西做點送福沙來說就好了呀。哎呀，小樂就巧哎。哎，你看，亞太菜，新鮮的，做什麼？做的啊，以後呢？係啊係啊，阿娘嘅你送亞太菜，不阿福嫂。哎，做唔得啦，一台茶吼，剛送過來嘅，哎吼，自家都還冇吃過呢。哎呦，文炳，呀哈，我現在尋東西送你呐，你亞太送幾唔好嘅啊？哎，一台茶當貴呢。很真古老呢。來堅持。文炳，冇按的啦，拜託你探索一下啦，一下冇送吃涼茶，咩冇買好送的啊？係啊係啊。我就講做唔得咩？做得。唔該，錯啦，呀好，正經冇時間可以買禮物的啦。嘿。文炳哥，什麼啦？哦，唔會唔會。小樂，我點地都有幾多台吃鹹茶，我加一台，做得。阿文彪，哦，你個市場茶哪來呀？呀，結婚應該禮物啊！哦，你買嘢啊？我送嘅，送嘅？做，做嘛？
哟，无法笑啊！那叫别人开啊，送嘅。离开爱你了。乖乖啊，乖乖哦，来，看啊，在一边哦，在一边。阿父叔，您要离开了，您就要离开我们。辛苦，跟鸦片说的去闻鸦片，皮车，要个笑的哦。起来！好啦，今日啊，再过来一遍。rehearsal 就会练习嘛，弟嘛，阿父说过这样的呢。快点，来。欣赏你。严总呢？哎，你看，石头东西嘛，有没有找到人啊？哎呀，有没有找到人？负责人呢？学长，留了一些东西要我转交给大家。有没有存折啊？爸，这个本子里有学长20年来夜间巡逻的记录，大家没感觉到吗？村子里几乎是零犯罪率。这是学长在我们晚上熟睡的时候，一步一步巡逻所换来的安宁。所以我们白天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总是很懒散、很累。这是因为他多年来彻夜的守护大家。20年来，学长抓了13个偷菜贼，5个偷鸡贼，3个闯空门的。还帮县政府抓到了一个枪击要犯，枪击要犯哦，而且他还把功劳让给长官，记录全部都在这里。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过来看一看。苏慧小姐，这是学长欠你的饮料钱。彼得，这是欠你爸的茶钱。我爸不知道吧？瑞英、慧宇，这是欠你们老板娘的洗头钱。我求你唔得吼，来滴。阿兰姐，这是吃饭钱。学长把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的记在这小本子里，你们有兴趣也可以过来看看。还有
这是学长20年来为大家存的钱啊。学长他跟我说，20年前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来到这里，大家很照顾他，他觉得很温暖，所以把这里每个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。他还说，他一个人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这笔钱，如果谁有急用，一定派得上用场。有道理。他还要我把这个存折交给阿兰姐。我想各位都误会学长。哎，今日你很多人做嘛个，细细你叫佢转来啊！嘿啊，叫佢转啊，来叫转来啊！好。不敬礼解散。你忙奶做情歌诶，我整到奶去喏。哎呀，哎呦，不是按手啦，真是得会查啦。请到阿夫哦，人张做得老几费事理啊。系啦。哎，请到嘛？我们要请到嘛？请到啊？请到。喂。哎，你转来了。请到嘛？有无？冇请到啊？请到啊？哎，呀，哎，阿天啊，你有没有找到啊？没有，而且学长的办公桌、柜子、宿舍都清空了。是我们太对不起他了啦。不是，是阿元叔害的。哎，你都怎样讲的呀？你都知道，万一冇想过阿富哥啊？啊 ，Peter， 冇想过佢。阿姨呢？冇讲过佢啊？有人咬我一边，你讲清楚。哼，讲啊！俺记得俺细细时节有一度的天好高发烧，迄副衫阿叔8点俺去看医生的。我去体育训练强，要向阿富哥做饭来嘅。点风热火，阿水无菜，这位阿父的老爱添板。哎呀，阿夫诶哦，做朋友啊，无法讲啦。佢啊，乜同阿天树勾言的事情倾倒啊。我还记得细汉时间，有一摆我来时的幅度，唔敢做一副好，阿叔、阿父叔看到我，带我去个派出所，老爱写信、写父诶，我记得到处。阿元叔，我有警告过你哦，爱上我哈，你不会有好下场啦。而且你这么老哦，伤心好难医哟。知道保守秘密是很痛苦的事情，我们做邻居跟好朋友的，应该要替你分担这个痛苦。那你们不可以说出去哦。阿元叔说他发财了，为着人吼，才跳买啦啦队钢管舞。钢管，
做案是要唔惊人呢？两台高起，漫游人草两沙三沙五沙，来去天马。看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三分二，从未讲你热手打招呼。三分二，从未讲你热手打招呼。对面嘅三分二，从未讲。